日本航空同全日空嘅長途經濟艙一直被認為係業界入邊最舒服之一，而日航嘅經濟艙座位亦當年喺各類評比入邊獲得最佳嘅稱號。咁喺換上新嘅機型之後，仲可唔可以保持水準呢？今日我會搭乘日航最新嘅 A350-1000，由多倫多飛東京，一齊嚟睇睇呢14小時嘅經濟艙到底好唔好坐，有啲咩食，值唔值得一試。多倫多飛東京目前唯一直航嘅航班係由 Air Canada 營運嘅，不過如果接受到轉機，選擇就會多好多。今日嘅第一程航班就係由 American Airlines 營運，大概係飛1個幾鐘就會到紐約嘅 JFK。而家就登機睇下呢一款新一代嘅日航經濟艙究竟係點樣。呢個就係今程機嘅經濟艙位，一排有9個，係333嘅設計。第一眼望落去就好新淨，橫向空間感都幾唔錯，幾闊下。椅背係得一層嘅 cushion， 唔算特別厚，但頭枕就幾軟幾厚下。摺疊起身嘅承托力幾好，唔專容易移位。座位上都有額外嘅枕頭同埋薄被。咁實際坐低之後，膊頭兩邊同手部嘅空間好似係比平時鬆動啲，少啲壓迫感。怪唔得咁多人話呢個係最闊嘅長途經濟艙之一，亦都係日航最大嘅一個賣點。喺腳位方面，以我1.85米嘅身高，都仲夠少少嘅空間可以伸直對腳，膝頭都唔會完全頂到前面張凳。原來呢張凳係由德國嘅 Recaro 製造，鍾意玩車嘅朋友應該會對呢個牌子幾熟。將摺台打開之後，其實都唔細，仲可以按個人情況拉後少少，用起上嚟靈活好多。收埋張台之後，背面仲有一個幾方便嘅杯架，咁樣放飲品就唔使成日開住張台，慳翻啲空間，飛長途時會實用啲。經濟艙用嘅係13寸 4K 嘅高清屏幕，就咁睇幾乎佔晒成個前座嘅背面，畫面質素係幾靚。顏色睇落都好 sharp。娛樂系統入邊可以揀2個唔同角度嘅機外鏡頭，咁就算唔坐喺窗口位，都可以照樣睇到起飛同降落嘅畫面。另外仲可以喺屏幕入邊睇埋餐單，不過就唔可以用嚟點餐嘅。耳機同 USB 插口就喺屏幕下面。再落少少就係充電位，都設計得好就手，而且基本上一眼就可以睇晒喺邊。另外，下面仲有2個細嘅 pocket， 可以放水樽、電話呢啲隨身物品，收納空間分隔得幾仔細，幾有日式設計嗰種整整齊齊嘅感覺。今程航班呢，就大概要飛13個鐘010分嘅，而家就差唔多準備出發去東京。起飛之後大概半個鐘就開始派第一餐，每位都會先有 business class 濕紙巾。今次主菜就有2款可以揀，一款係香煎蝦仁配意粉加松露蘑菇汁，另一款就係比較日式嘅和風牛肉飯。實物同電視入邊嘅配圖已經係好接近㗎啦。先睇下呢個意粉，賣相都幾唔錯，松露蘑菇汁聞落係幾香。不過如果講份量，主菜其實係偏細嘅，尤其係個意粉上面真係得1隻蝦仁，感覺上可以再進取少少。至於另一款和風牛肉飯，啲蔬菜已經焗到好熟，雖然醬汁幾多，不過牛肉本身唔算太入味，份量都唔多，大概只有3粒，而且口感係會偏鞋少少。2款餐都會額外跟4款細嘅配菜，分別有沙律、西蘭花蝦仁、飯沙律配冷肉，另外就有生果，配搭上算係豐富，不過每一份量都比較細，而且多數係澱粉，蛋白質會少啲。味道方面，我會覺得就係正常嘅飛機餐，唔難食，但又未去到特別有驚喜，而且又唔算好有日式嘅感覺。
咁啱我前面嗰位瞓着咗，錯過餐飯，我就好奇怪點解空姐會喺佢屏幕上貼一張粉紅色嘅紙仔。原來係等個乘客醒返之後，可以知道已經派過晚餐，再拎住張紙去攞返食物。呢個細節又幾好喎，唔使特登叫醒個客，但之後佢又會知道。呢啲係咪日式嗰種細心位？大家有冇喺其他航班上見過？喺食完晚餐之後都未係好眼瞓，咁就嚟玩下個娛樂系統。日航金程機會送1個鐘嘅免費 WiFi， 雖然連得上衛星，不過網速就比較慢，經常斷下咁，實際上都唔係好用到個網。咁就揀下啲戲睇啦。日文電影明顯係最多，Hollywood 嘅片都唔算少，不過其他亞洲電影，例如韓國或者華語片，選擇就相對少啲。日文戲好似更新得幾快，例如木村嗰套《東京的士》喺日本舊年尾11月上畫，香港要到今年2月先有，但我而家3月初搭呢班機已經有得睇，幾正喎。可能係中午機嘅原因，好多人都仲未瞓，喺度睇緊戲。咁日航嘅空服都會喺中間同機尾佈置一個零食自助區域，放咗一盤小食喺度俾大家自己拎。選擇就比較簡單，主要係朱古力、曲奇同埋啲細包嘅薯片，可以自己斟果汁同埋綠茶咁。雖然唔似 A380咁大部機，真係有個酒吧，但係起碼係方便到大家睇戲都冇咁悶。飛到差唔多半程，空服仲會逐位派一個 Blueberry Muffin， 因為之前晚餐份量唔算多，如果呢個時候仲未瞓，都真係會餓。基本上早餐之前都係要靠零食頂住。睇咗陣電影後，我都可以正式進入睡眠狀態。呢個經濟艙位挨後嘅角度唔算特別誇張，只係正常。不過因為膊頭兩邊唔算太逼，瞓落嚟都唔係好需要屈住對手，空間係 OK 嘅。頭枕兩邊接起之後，成晚都冇太大嘅變形，所以都唔會話側住個頸太耐唔舒服。另外就係日航個暖氣真係開得好足，我今次完全冇用嗰張被。但好彩班機就冇遇到太多氣流，所以都幾難得可以一覺瞓到天光。臨瞓前有一樣嘢我幾有印象，就係空服成晚都會繼續巡倉，但又唔會打擾到大家瞓覺，反而會舉住個 iPad 提醒大家扣翻安全帶。佢好似每個人都會隨身帶住一部，呢個位我覺得係幾得意，安全提示方面做得幾足。仲有就係衛生保持得都幾好，我見到 crew 好幾次來回，好似掃地咁，用膠紙拖把黐走地上啲細碎雜物，所以就算飛足10幾個鐘，機艙嘅整潔同舒適度都一直保持到嘅。瞓到大概臨降落前2個鐘就開始派早餐，今次就冇得揀嘅，全部人都係同一款西蘭花千層麵，另外會跟一細碗菠菜番茄沙律，同埋一杯士多啤梨 yogurt， 都係多澱粉質嘅嘢。西蘭花同紅蘿蔔就明顯焗得比較熟，千層麵嘅茄醬就落得好重手。呢個早餐唔似好多航空公司咁走清新嘅路線，反而係暖翻個胃就算。食完早餐之後，我都順便去洗手間整理一下。日航無論邊個艙，全部都係用免治座廁，呢點一向都係加分嘅。即使經過長途飛行，洗手盆、鏡面同地面都仲算保持得幾乾淨，冇話去到好凌亂，睇得出佢哋對整潔度都係有一份執着。整理完都差唔多準備降落東京，咁呢程 A350經濟艙嘅體驗都去到尾聲。經過差唔多14個鐘飛行，整體覺得日航 A350-1000嘅經濟艙設備都幾好，例如座位算闊，前後空間都夠長，而且成個 cabin 都好新淨，尤其得2年機齡，坐新嘢點講都好啲。機組人員嘅服務係好有效率，娛樂系統唔錯，整體設計上都幾方便到乘客。可惜餐飲方面就比較普通，而且份量都唔多。大家如果想試呢條航線，或者食飽少少先上機會好啲。睇到呢度，你哋又覺得呢個經濟艙如何？今次就分享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嘅話，記得點讚、留言同訂閱。我哋下期再見。